台南北门南昆新大天府自透早就有满满的人潮，这是今年的昆新王平安洋祭，其中平安洋地的发送，吸引袂少人前来排队，排1点外钟，就是为着摕洋地保平安。因为希望大家都平安，全家都平安，国家也平安。最近是第一次来拿，因为小时候也有来拿过。我们从台中、云林、嘉义都有，可能也只拿这一款，因为排队排很长，对，很多人。太热了。我们几乎每年都有来这边，就是走走这样子，每年都有来。今年总共有5个无同款的平安洋地，伫无同的时间发送无同的洋地。而且代表意义甲设计嘛有卡数。我们把我们的观光景点也纳入了这个沿带的设计当中，对，那可以让民众呢按图索骥，到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进行一趟宗教的小旅行，有包含了有幸福、平安、智慧、成功、富贵等等不同的意涵在里面。除了平安洋地发送，现场还佫有传统艺店的表演，有12包祭替民众来赏镜，以及小朋友为狮头软甲狮尾，代表互小朋友会当平安大汉。另外还佫有跋杯比赛，吸引几啊千位民众排队试手气，跋上侪圣杯的人会当抱走36万的奖金。今年呢，我们主要最大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在这个跋杯的活动哈，最大奖呢是有现金36万。总奖项有到了51万。那我们这一次呢，还有规划了观光圈的市集，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云嘉南滨海风景区周遭的这个咸味好物我们这些的观光圈的业者的产品来在现场做一个展示，然后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能够认识我们在地的好咸良好物，创造一股咸味的浪潮。今年拄好是南昆新建庙360周年，活动扩大举办到3天，吸引侪国内外游客前来佚佗。洋队最后嘛会收落来，发送给大家，祈求王爷会当保庇一切顺利平安。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